先继续来看，英国有一个创作的歌手叫做红发艾德，每年的2月要来台湾开演唱会。昨伊甲伊的歌的新影片传去咧网络顶，想袂到这影片是台湾歌迷所做的。影片内底会当看到台湾的国旗。 这段影片唔但出现到台湾经典的珍珠奶茶，也有台湾出名的景点，甚至有台湾的国旗，有满台湾的元素。而且这个歌名的背后是著名台湾歌迷做这支的影片，嘛互全世界再度来见证到台湾人的实力甲魅力。 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